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我人生轉向同專業成長嘅故事。我叫 Queenie， 大家可以亦都叫我 QQ。我做過瑜伽老師，喺屯門經營過4年嘅瑜伽 studio， 亦由2016年開始一直經營內衣零售嘅生意，無論網店同埋實體店到而家都係未停過嘅。由打工到做老闆，我一直係服務客人，生意經營同現實市場之間嘅打滾。其實大約20年前，我已經接觸過保險行業，完成過培訓，亦都簽過單，但回頭睇唔係保險唔適合我，而係當年嘅我未準備好。去到2022年，我幫自己內衣店嘅公司申請政府 BUD 嘅資助，由文件、email 嘅流程同政府嘅溝通，幾乎全部都係我一手一腳去完成。正正喺呢個過程，我發現原來自己係十分擅長處理文件、細節同複雜嘅事。但2025年3月14號資助政策突然間改變，原本 plan 好呢個計劃嘅方向亦都被迫停低，加上零售環境長期都好唔穩定，我開始好認真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5年、10年之後回望，我會唔會後悔我今日冇改變過呢？就喺呢個時候，我再次選擇保險呢一條路。今次我用一個完全唔同嘅心態重新開始，所有考試 Paper 1至 Paper 5係一次過合格。我唔再同自己講，希望我能夠做得到啦喺呢個行業，而係要好堅定咁同自己講，我一定做得到。未來呢1年我會專注發展呢邊嘅事業，將過去零售文件處理同埋客戶服務嘅經驗全部都融入我而家行緊呢一條路，為自己定下呢一個清晰嘅目標，喺保險行業盡早達成 MDRT。我分享呢個故事唔係想催眠自己話自己有幾叻，而係想話只要你願意為自己嘅人生負責，重新咁選擇，你一定可以行出自己屬於自己嘅道路。如果你哋想喺未來嘅1年繼續睇住我嘅成長，記得 like 我呢條片同埋 follow 我呢一個 channel 啦，唔該晒。